桥出套新竹示范的时节，因为学校里都有非常多社团系同那个戏剧有关，很多的话剧社团，伊还去参与咧。在这段时间呢，伊就开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，不说伊也创作剧本。早年伊有几只剧本，系以台湾历史，安尼讲传统的历史有关的，比方讲伊写过苍神宫，伊也写过罗浮新。不过在这边老太太介绍的呢，是无相同的一种剧本是一种纪录片的剧本，很多老台湾新国家、老台湾新国家。希望做嘛很多老台湾新国家，伊就对台湾的地质还有历史生态开始来写戏，样板戏在一个海面当中开始有台湾这个岛，台湾这个岛方有哪条人群，有哪条族群，然后又经过了哪条的历史。按样戏的过程中，台湾人经过的命运，经过的反抗行通有哪条样板戏去朝向一个建立新的国家。所以讲，一部纪录片的剧本，对题目来讲，就已经非常清楚看出李桥伊嘅创作嘅一个宗旨在哪片。为到写呢一部纪录片嘅剧本，事实上伊也接触到非常多来自各方面嘅协助比方讲有非常多社会学、经济学，甚至系历史学各方面嘅教书来本佢上课。伊也熟悉了非常多嘅资料，包括融入一个剧本底位。一个剧本虽然讲后来因为一个考量到设计要来翕、要来制作、要来拍嘅成本太高，并冇拍出来。不过呢，然后一个文本还你做了一张出版，输出来李桥戏剧剧。一部老台湾新国家，后来就输出来李桥嘅一本书，叫做《李桥戏剧集》以外，一部剧本，人家回头去看嘅时间，你会看到非常多有关台湾，在那个政党轮替之前，第一代政党轮替之前，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的台湾的现状，包括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各方面嘅情况。所以讲那个老台湾新国家，人家回头去看那部剧本嘅时间。给予一种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意义，甚至是史料的价值在底位。一部在老台湾新国家底位那个剧本，李老师佢有自家本身一种想象的画面在底位。另外呢，佢也用了非常多其他族群的一种文化表现，比方讲有河洛话的诗，甚至是歌词，也有客家话的部分，也有原住民的部分，在那个一部剧本底位，你会看到佢对台湾族群关系的一种思考，还有一种理想台湾未来的一种蓝图。所以讲，也是李桥在90年代所写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的剧本。